治办案，司法不公，政治迫害，办蓝不办绿，反对司法迫害，反对绿色恐怖，不办共谍，办青年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，我们的诉求。执政党你看到了吗？民进党你看到了吗？赖清德你看到了吗？你回來好嗎？我在等待，看見現在到處有痛哀，我應該怎麼生存這世代？看見經過，難道我下夢了不係理睬？你回來好嗎？我在等待，看見現在到處有痛哀，我應該怎麼身處這世代？民進黨任期公你明顯偷雞，想要偷雞你當你咪對不對？偷雞想要你當你咪，我偷雞你咪，我偷雞你咪，太難，你當然太難，陳明是偷雞，民進黨你這偷雞，你把公你明偷雞，想那個偷雞歸於我頭，想那個偷雞歸於我頭。告訴我現在要怎樣去對待，教我深恨你所恨，愛你所愛，邪惡到囂張，你不意外，在這荒誕時代，願我的所在能帶進你的同在，你在我在，你在我也在，我也在。心所在，願看到你看到你，而不要避開。告訴我現在要怎樣去對待，教我深恨你所恨，愛你所愛，邪惡到囂張，你不意外。最荒誕時代，願我的所在能帶進你的同在，你在我在。有一句話說，當獨裁成為事實，我們反抗就是義務，對不對？沉默就是默許，沉默就是默許，沉默就是默許。所以明天4月26號，呼籲所有台灣人民熱愛民主的、關心台灣前途的好朋友，一起上凱達格蘭大道，發出大家正義的吼聲。